好，跟住依家咧，又同大家介紹一下，咁我哋度咧係高野山奧之院裡面嘅其中一個叫常侍地藏。點解咁得意叫常侍地藏咧？譬如每一日咧喺呢一度咧就會有兩位僧侶咧就抬一啲嘅食品就嚟呢個御台咧，就係即係供奉一啲嘅叫做飯食啦。咁然之後，同埋就俾咗菩薩供養，跟住然之後好啦，安奉咗啦，跟住然之後先至我哋攞翻去食，或者係攞翻去咧就代表安全，即係冇毒啊、冇問題啊咁講，就叫做阿彌之作菩薩做阿彌之作啊。咁咧日文就叫阿彌之作常侍地藏啦。咁啊，即係為咗食物嘅安全啦，咁啊，所以就供奉喺呢度。咁大家有機會嚟到高野山都係可以嚟呢度望下嘅。咁就喺啱啱我哋咧不動殿啦，係咪不動堂旁邊呢度